門外邊傳嚟一把女人聲，大嗌張伯福嘅名。原來係梅冠龍打俾張家樓下接生院嘅黃姑娘，叫佢幫手上樓睇下。扮死扮到依家嘅張伯福聽到敲門聲之後，再次鼓起勇氣掙扎大嗌救命。三個匪徒隨即驚慌失措，余明勝衝上前連捅多刀。雖然張伯福奮力反抗，但都係躲避不及，頭部、肩部等多處受傷倒地。正當余明勝準備上前補刀之際，關昌替拉住佢催促離開，擔心門外已經有人報警。而陳巨就突然諗起廚房入邊仲綁住一個人，佢就係74歲嘅余彩雲，於是即刻攞起一個空酒樽衝入去，大力擊向佢嘅頭部，然後再用玻璃碎片連插喉嚨，令到佢當場倒地。臨走之前，三個匪徒擔心張伯福都仲未死，於是又執起一台風扇大力咁掟向佢嘅頭。見佢今次倒地不起，三個人就由後門倉皇逃離現場。時間嚟到下晝3點，張伯福竟然奇蹟咁由昏迷中蘇醒過嚟，憑住驚人嘅意志力，佢爬向大門口，用盡最後一絲氣力呼救。而黃姑娘因為聽到屋入邊嘅異響，一直守喺門外。當佢聽到張伯福求救之後，即刻就去打電話報警。呢單係香港開埠以嚟最殘忍嘅入屋行劫案，震驚全港。案件造成3死2重傷，張伯福同余彩雲大難不死，經送院搶救之後得以保命。案發當日，警方即刻懸紅5000蚊緝兇，並由全港抽調70名幹探成立專案組，封鎖啟超道展開大規模搜捕。而喺現場遺留嘅4把半邊血剪，亦都成為咗破案關鍵。警方走訪港九五金鋪，終於喺佐敦道揾到店員證實喺案發前有一名台山口音嘅男子嚟買走2把裁剪刀，外貌特徵同張伯福描述嘅余明勝基本吻合。而後嚟張伯福度過危險期之後，仲向探員提供咗一個更關鍵嘅線索。當日余明勝入屋之後同新抱交談，佢聽到提及過一個姓冼嘅同鄉。警方揾到姓冼嘅男子之後，好快就順藤摸瓜咁鎖定咗3名匪徒嘅身份。時間嚟到9月26號，即係案發後12日。探員兵分2路出發，成功將余明勝同關昌替捉捕，但老奸巨猾嘅陳巨原來喺案發當日已經潛逃返大陸，從此銷聲匿跡，相信如今早已經不在人世。1958年11月，余明勝同關昌替被控3項謀殺罪，法庭上2人互相推卸責任，佢哋都將自己扮演成被逼參與嘅從犯。人會講大話，但證據唔會。現場嘅指紋、兇器、法醫報告同埋2位幸存者嘅當場指認，人證物證俱在，佢哋根本無從抵賴。1959年2月7號，嗰日係農曆大年30，陪審團以一致通過，裁定余明勝同關昌替謀殺罪名成立。法官依例將佢哋判處還手死刑，2人不服判決提出上訴，但由於案件嘅惡性程度極高，對社會造成極嚴重嘅負面影響，時任港督最終決定不予赦免死罪。1959年8月11號，佢哋喺赤柱監獄被執行死刑，終於要為自己嘅殘忍行為埋單。相隔半個幾世紀，當年遍佈唐樓嘅啟超道，如今已經成為全港最貴商業地段之一，繁華盛世。唔知仲有幾多人記得呢段血腥嘅悲劇？無論時代點樣變遷，法律嘅底線都不容觸碰。慾望同貪婪從來都係通往地獄嘅捷徑。當年慘死嘅余雲、譚夏、張彼得，佢哋嘅生命永遠定格喺1958年。而2名幸存者張伯福同余彩雲，雖然執返條命，但餘生都要活喺呢場悲劇嘅陰影裏面。迷情實錄2.0將會繼續為大家呈上更多精彩案件，記得關注收藏合集，我哋下期再見。